正过磅空就到宜兰。台湾目前上长的磅空是伫蔣渭水高速公路，嘛号做北宜高速公路，也就是国道5号顶，来往台北到宜兰之间的雪山磅空。照长度来看，咱即个磅空现做时嘛是亚洲第6、世界第9长的公路磅空。蔣渭水高速公路伫2006年中通车，伊的头尾点是为南港系统到苏澳，是宜兰县来去大台北地区和台湾西边的交通重要道路。阮头一摆赛车走即条高速公路，是经一个普通时为南港到宜兰运动公园，前后差不多40-50分钟。当日暗时转来南港，打电话甲阮要80岁妈妈报平安的时，嘛互伊惊一个。当然，这条高速公路会当通车，要感谢真侪国内外工作人员的牺牲甲奉献。沿路伫石碇仔服务区有徛北宜高速公路工程殉职人员纪念碑，伫雪山磅空口头城这边有蔣渭水纪念碑。即阵外南港内湖汐止，正有客运分4个路线伫走。这4个路线头前拢是为台北圆山仔发车，经过南港车头转运西站、南港展览馆，伫南港联络道接福摩沙高速公路，也就是咱的国道3号，来到南港系统交流道接这条国道5号了后，按车票路线，甲咱直接载到头城乌石港、宜兰、罗东，也是南方澳啊。坐客运行国道5号，看车窗外的景致。好天的时有青山绿水，蓝天白云，溪墘人家来做伴。若拄着落雨天，就好亲像有人提供白水毛笔画，互咱来欣赏。清楚的地标告示，嘛互咱知影，这条高速公路顶有乌涂溪桥、南港磅空、石碇仔磅空、乌涂磅空、平山磅空。当看到正手边那迄个插普那色半圆形的铁桥的时，客运车就随驶入来雪山磅空。心肝头嘛会随甲咱应讲，转过磅空就到宜兰。